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哈！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哈！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晡日嘅新书嘅发表会，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今仔日嘅新册发表会哈！咱今仔日嘅主角，陈志玲陈老师呢，要来发表伊嘅刻意嘅新册，叫做《灯笼法》这是刻意嘅灯笼法那即个河洛话台语是讲即个。吊顶啊会，咱遐吊顶啊会，咱刻意讲灯笼法咱今仔日呢真欢喜会当办即个新册的发表会因为这故事是我最近几年创作这内容是我这2-3年来写的文章，但是拢long四线，也有去教育部收去做比赛的个，也有伫屏东的故事册内底。但是刻意的人看无有诶看无比如讲，阮太太就讲，伊就讲伊看无，但是伊会晓讲小可客话，因为阮太太是河洛人，伊会晓讲小可客话，我写互看的时阵，伊讲看无啥有，伊讲，但是我念互伊听，伊讲听有，安尼我就有朋友就建议讲，无是毋是甲伊摄做一本咱来。录声音，录 CD， 安尼看的人也有声通听，安尼要学习刻意就加较紧。写的是我着共款用迄个故事，嘛是号做灯笼花嘛是来写一篇故事，写伫内底。写伫内底是因为这本册要号名的时阵毋知要号啥物名，结果嘛是台南的老师，台南的一个母语老师有一遍听我上课了，伊怎讲？原来迄灯笼花着你写的我竟然讲迄人是白面书生伊讲，那会写迄种那有人有法度甲灯笼花写甲遐尔有感情我想讲，无就这本册就是灯笼花其实是就是要甲大家讲，足侪物件是咱生活周遭拢有诶。咱就是渐因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社会变迁拢失去咱原在的有诶物件这介可惜。所以用这希望讲这本册出来大家就会当尽量啦尽量来参考我念迄个伊安尼毋知会对会着讲安怎做安怎无到加拿大的个时节。有下边顺嘅灯笼花係最好嘅材料，嫩嫩嘅葉嘅同紅紅細蕊嘅花，做得拿來做菜。規則最好同嫩葉烤到綿綿，攞得唔烤綿嘅花，伊講嘅係最好食嘅菜。米拜伊係準備千澎湃嘅菜，係仲係會濕到青青，係加咗野羅果，米拜隨意打餅回來。仲係拿一大貼嘅錢本魚，嘅錢係太皮嘅燈籠花葉嚟做嘅，愛穿很多錢，咪係愛神忙去賺，人做得有錢，後來照顧家庭。